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初4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清明连假第2天，高公局表示，今仔日大家开始买落南，尽量闪开到塞车的时段。另外，小琉球甲垦丁也出现观光的人潮。大甲妈了解9天8暝，今仔日暗时10点45分出发。镇南宫估计下暗可能有60万的信徒来参加，也那气象署也伫现场报天气。南韩威胁我总统弹劾案，宪法法院8个法官全数通过，威胁我已经予人免职。接落来60天内，韩国爱伫6月初3来选出新的总统。先来关心的是清明连假，今仔日是第2天，早起国道除了有一寡路段有卡塌，其他拢正正常。高公局表示讲，今仔日呢，大家开始买落南，所以尽量爱闪开到塞车的时段。也那上北的方向，即马国道5号是预计会塞到半暝。另外，天气的方面，今仔日全台呢拢是多云好天，西半部上热是有26至29度，明仔载开始水气就会豆豆增加。清明连假车潮出现，第1天3号交通量是平常时的1.3倍，来到118.8百万车公里。高公局预估4号小可增加，达到119百万车公里。下早部分路段车侪，南港联络道是变成自爆，北区、中区某部分南向路段车侪塞车，建议南向用路人中昼过后了后再出发。有关国道5号下道开始北向的车侪，在国道5号的宜兰到坪林路段，从下午2点后预计会有车流涌现，预计将拥塞至深夜时段。天气方面，4号全台湾是好天到侪云的稳定天气，西半部高温的来到26到29度，东半部因为云量偏济是22到25度。不过半暝开始，华南云系慢慢刷入来，5号礼拜6开始水汽增加，那温度水汽配合3500公尺以上关山有落雪机会，平地高温嘛明显下降。相比今天会有6度之差，明天的高温可能是只有20度左右，在中南部地区也只有23度，所以明天的话还是要请大家留意，可能会有一个温度比较大一点的变动的情形。礼拜1上班日是开始水汽济1礼拜。那受到华南水汽东移影响，整周都会是比较偏湿的状态。气象专家林德温嘛伫面册指出，连假过了的后礼拜天气落雨机会大大增加。伊根据欧洲上新模式模拟结果指出，连续落雨天数的相当长，会达到5到6天落雨天气。落雨过程会有单雷公冰雹，佮有强阵风等激烈天气现象产生。公视新闻林仁梅朋友做台北报道。清明连假出门来看，这屏东来回小琉球也已经出现观光的人潮，预计是有2万人会去到遐来佚佗。这摆呢，这垦丁也有办音乐性的活动，现场呢是看到不少少年人啉甲醉茫茫，规气直接倒伫路面。另外呢，伫个恒春半岛第26线也有超速甲违规等等的乱象。伫东港尾头几百公尺远地，当看到排队的车潮，真侪人拍算要甲车辆做伙坐船去小琉球。连假第2天，屏东往返小琉球的船班，透早6点半就人咧排队。小琉球的导游预估，连假当着清明扫墓，4号即天到小琉球的人数可能到2万人。预估来小琉球的人潮将近会有快要2万人左右。那目前一大早6点半就有蛮多旅客、游客陆续在搭船。往返小琉球的船班几乎拢客满，上少半点钟才坐着船。垦丁嘛，伫即届连假出现真侪游客，因为台湾节为3日开始连续3天伫垦丁台湾游憩区登场。团轮流来开唱、演唱会外围嘛出现特殊的景象，真侪少年人直接伫咧路边铺地垫就困去，甚至有人醉倒伫路边。垦丁大街嘛出现真侪观光客，佮一道封街。封街很好啊，第一个，因为垦丁大街本来路就不大，如果在车子进来，
阻碍交通，而且这样子行人也蛮危险的。屏东县警察局嘛，伫恒春地区加强处理酒后塞车、危险驾驶，还有非法改装的车辆。昨日在台26线共查获无照驾驶1件，非法改装车辆6件，另外针对超速行为举发60件，其中严重超速有3件。沙河发现的交通违规有无照驾驶、非法改装车辆、超速等状况，警方嘛提醒民众要遵守相关法规，因为执法袂放松。公司新闻王刘婷、陈显坤屏东报道。文化活动3月小妈祖，即马大甲妈绕境9天8暝的进香活动，伫今仔日暗时10点45分就会出发。嘛，因为拄好是清明连假，所以大家顶南宫是估计讲这下暗可能有60万的信徒会来参加。另外嘛，因为即马春天天气变化有较大，所以气象署伫大甲妈的现场来报天气，提供即时的资讯。咱讲3月小妈祖，一年一摆的大甲妈绕境进香，今年伫旧历3月初7，也就是新历4月初4暗时10点45分，就要起驾进行9天8暝的进香活动。其中4月初7的主驾升降奉天宫，结等讲4月初8早时8点举行祝寿大典，暗时随举行回家典礼。咱英啊10点45分，大甲妈就要来起驾。即马陆陆续续已经有咱的信徒，有的已经透早就出发，已经行到清水大道龙井了。因为咱的信徒非常真多，那咱预定今天晚上应该会突破60万的信徒，陪着大甲妈跨过咱大甲溪桥。今日天气都很热，有没有？起码注意说，有人教我们的生活有气象 APP 吗？气象署伫大甲顶南宫现场报天气，互乡亲知。气象署为2013年开始，就会对大甲妈到底要境提供气象预报服务。今年推出行动气象服务车，伫4月初4、初7、初8、11，会由台中气象站甲嘉义气象站的服务团队伫庙埕现场报天气。4月初4到初5呢，阮伫大甲甲到中华沿道的庙口庙埕遮会来做快闪的气象播报。初7、初8，阮会到嘉义新港的奉天宫附近，甲新港铁路公园附近有驻点的服务。4月11号伫中华花坛文德宫头前嘛有服务。台中气象站表示，拜五起假即天中部天气真好，有淡薄仔小热，但是拜6开始就会受华南云系影响，变做有短暂雨的天气形态。但是雨停的时阵，要是有日头，提起参与绕境的信徒，除了爱炸雨伞、雨伞，也爱做好早日防晒的措施。记者郭文正准由综合报道。另外来看一桩悲剧，这是发生伫嘉义布袋有一搭废弃的主体，互人发现有一个拄出世的查甫婴仔的遗体。警方是查到20多岁的生母涉犯遗弃致死的罪嫌，检方复审要甲伊升压，落尾是互法院甲伊驳回。为生母情绪不稳，案情交代不清。嘉义地检署夜于4月2日完成相验，发现案情尚有诸多疑点待厘清。将定于4月9日在嘉义市立殡仪馆对男婴进行解剖。这个生母是表示讲呢，因为翁婿定定无伫咧厝里，而且呢，因即马已经有饲一个囝，厝内这经济无啥偌好，而且已经无能力搁再饲第2个囝，才会选择甲这个拄出世的婴仔甲放杀。法院是考虑到这个生母呢有承认犯罪，而且经济条件无好，毋若是无通交保，应该嘛无逃亡的疑虑，所以落尾是驳回伊的羁押申请。另外来关心的是，伫苗栗3义圣兴村20分的附近呢，有一搭透天厝，今仔日透早发生火灾，厝内5个人是成功逃走。有一个姓赖的查甫厝主呢，因为火烧着青惊，全甲这个倒坐半的囡仔抱咧，就对3楼甲跳落来，骨头全安尼锯去。加在人意识是真清楚，因那这导火的原因也阁需要调查。透天厝被大火烧去，火势将规条巷仔照甲震关，周边的住户被惊到无法度困，竟然用水管来斗灭火。火势实在伤过猛，进一步就要为边来燃烧。消防队员竟然又起水线来降温。4号凌晨0点左右，苗栗3义圣兴村20分附近的这间透天厝，雄雄发生火警。消防人员接到报案了后，竟然出动前往灌救。现场4楼全面燃烧，消防人员布凉水线先行压制火势，防止延烧。
屋内的5个人已经逃出屋外。警消到场了后，竟然将一个热心女厝主送医。原来火警发生的当时，人伫3楼伊，甲一个伙伴的查某翁仔啊，一度困伫咧厝内底。凶攻之下，女厝主跳落来逃生，因此骨折受伤。加在意识清楚，紧来送医。另外，共有2个分别是5岁以及6岁的囡仔，伊个外籍帮佣拢及时逃出来。因为当时我不在家，对，好，那因为我赶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跳下来了，然后就脚已经受伤。对，查某厝主表示，厝内底并无到助警器，而当时因为做工课外出无伫厝诶，加在厝内底人拢一时脱困，至于详细起火原因，还阁火调进一步调查厘清。公司新闻苗栗报道。清明连假也拄好好是儿童节，今仔日呢这游乐园绿福村18岁以下佚佗是免钱的，也毋过呢这广告拍出去，交通的配套煞无对咧做，所以有一大堆未成年囡仔直直到暗时，拢要无套车通去坐落山。一早早，有名游乐园绿福村人就真多，民众排甲路路长。因为儿童节连续假期，绿福村杀出18岁以下免费入境园内面的活动。一开始就吸引真侪大朋友、小朋友要入去看舞者游行。游客有认出你的状况吗？刚刚有一个小女孩说，我今天出的这个角色，是她非常喜欢的角色，就是她在这个游戏里面最喜欢的角色。不过，初三连假第一天就出情形。因为免费活动吸引真侪高中生入去内面，不过相关的接驳车站、交通配套措施所无够，造成真侪未成年人到半暝还阁掉伫咧郊区，引起争议。都还没有回家，但不是重点是说，有些人可能已经叫到计程车正在等，有些人可能联络到家长正在等。那有些人可能不方便联络家长，然后也叫不到计程车，因为计程车很难叫。若是未成年人伫暗时掉伫咧郊区的证据。初三即天，有一个查甫人开车入去了，伫咧停车场驾车秀车尾，警方接到报案进行围捕。在停车场进行甩尾、蛇行等危险驾驶行为，引起民众围观。本分局接获报案后，立即赶赴现场带返，企图逃离现场之刘男。本分局将依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新竹地检署。并这个查甫人被抓了，带回去警局进行了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昨桃园有一个40多岁女性，甲饮料店的店员来起冤家。这隔壁的店家呢，要来阻挡，颠倒是互嫌犯压倒家入，甚至伊的3岁查某囝呢，这脚趾片也去擦着伤。加在送医了后，并无危险，也那家属是决定要提告。对监视器看到，一个穿蓝色外套的查某人手来举一支刀，要入头前2个查某人，尾啊敢若是情绪失去控制，压倒抬这个细汉查某囡仔。他看到员工被攻击，所以他就下去，就是说，哎，不要打阿姨。然后那个人就直接反过来攻击我。就是小朋友那么小，然后而且他完全都没有犹豫，就直接这样子插下去，我觉得真的很夸张。女小姐要开店之前，听到隔壁店起冤家，要去甲因口讲，无想到讲伊的3岁查某囝脚趾边所互人抬着伤，空碎至少有2公分，上边剃10几针。老母才唔敢要过对方杀人未遂。我只是问他怎么回事，不要这样子而已，然后他就抽出刀子就追着我们跑了，人生跑马灯有。因为我倒的时候，他刀子还是持续想要攻击我。另外一位来口供的人，想到案件发生的经过，心内也是惊惊。这件攻击事件发生在咧初3早起10点多，桃园的亮安街一间酒油饮料店，柜台和嫌犯拢甲规个乱糟糟。还我钱包！警方接到报案时出动，抓到44岁嫌犯，不过伊大声喊救，依然无受控制。当场查扣作案的刀啊，结果伫伊的牌仔内面找到一支钢推啊。发生的动机，警方还在厘清当中。全案会在调查后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警方调查，嫌犯一到店内，情绪就真无稳定，一直甲业者乱。究竟是买饮料起冤家，还是有其他原因？为什么抬这个查某囡仔？警方目前还阁伫咧调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来看，南韩的尹锡悦总统弹劾案今仔日早起10点宣判，宪法法院8法官是全部拢同意通过弹劾，所以尹锡悦随互人家免职，正做是朴槿惠以来韩国第2个互人弹劾落台的总统。照这规定呢，刷落来60天内，韩国是要伫6月初3来选出新的总统。
재판관 전원의 일치된 의견으로 주문을 선고합니다. 탄핵 사건이므로 선고 시각을 확인하겠습니다. 지금 시각은 오전 11시 22분입니다. 주문 피청구인 대통령 윤석열을 파면한다. 伫咧顶件全世界123戒严令发生了第122天，国会提出弹劾案的第111天，南韩总统尹锡悦被宪法法庭弹劾，将来将会因为叛乱罪面临着刑事审判。弹劾案的结辩过程，尹锡悦表示，伊下令戒严是为了要对抗反国家势力、称北韩分子加反对派强局。代表国会律师是甲伊甲独裁者提出来比，讲尹锡悦就要被撤职。宪法法院法官宣读的法官书内面讲，迄当阵国会进行袂当将这刑事国家紧急权的正当理由，但是结果出来进前 ，NBS 公布的民调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尹锡悦应该被弹劾，认为伊应该恢复职务的只敢若35%。所落来，南韩将会伫咧60天内，也就是6月初3举行大选。目前上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是民调支持率上悬、赢面上大的人。南韩的政党对决加政治动荡的局势，和社会出现前所未见的分裂。加2017年3月前总统朴槿惠弹劾的审判结果来比，支持加反对的镇压对立的气氛是更加激烈。首尔西部地方法院裁定羁押尹锡悦的代志，不引起支持者的不满。60几人强行撞入去法院内底，讲窗仔门破坏公物。因为这件弹劾案审议的过程，法官也一直遭受到恐吓加威胁。总统官舍所在汉南洞公化门广场，这几天有真侪支持加反对的民众。宪法法庭所在中路区估计有10万人，汉南洞也有5万人。警察厅正主席发布相关级别的全国加急动员令，敢若是伫咧首尔就部署14000名警力，全力戒备。宪法法院四周边150公尺范围内全部拢清空，中路区公化门的地铁也个公车路线，初3开始到初5拢被调整或者是封闭。公司新闻王慧文编写。缅甸的大地震到今已经有1礼拜的时间了，目前知影的是有超过3000人已经死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讲，在地震之前，缅甸已经有600万的囡仔是需要人道救援的。即马地震过了，这囡仔营养不良，也佮有死亡的风险，拢已经升悬。缅甸大地震发生到今已经1礼拜，东在区搜救含乌的工课并无停，无厝通好转去，好运度过死劫的灾民，因的生活嘛无好过，因伫路边搭10号的布棚，都伫遐在煮食，佮有灾民排个落长，但要领世界粮食组织这机构发的物资。哎，破了，过来的路了，哎，面子我话要撇去一家啦呗，前头死的路了，前头汤家无，前头唔死的路就该个。欠水欠粮食，就住伫街仔路这种艰困的环境，莫讲大人挡袂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认为讲，缅甸囡仔的处境更加弱势。So even before this earthquake, 6 million children in Myanmar were in need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Many of them are already displaced. Many of them are missing out on their life-saving vaccines. Many of them are out of school. So these are already among some of the most vulnerable children. So to superpose an earthquake on top of that, it's nothing short of devastating for children.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讲，内战和大地震造成加成的风险，会让缅甸的囡仔面对营养不良、爆发疾病甚至死亡的危机欠悬。因今年诉求的捐款敢若1/10到位，希望外界继续捐钱，甲因斗3工。除了欠物资，灾民的心理创伤和痛苦嘛袂当无甲管。泰国警方拜三就派出会当搜救嘛有安慰功能的警犬，行去曼谷倒落去的大路边，在等亲人转来的家属等候区。这时阵本地心情真歹的人，望到了后拢出现真罕的看的笑容。ก็ใจชื้นขึ้นมานิดนึงแล้วพี่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ถ้าตราบใดที่ยังได้ยินเสียงสัญญาณหมายังเห่าอยู่คงยังมีโอกาสรอดแล้วพี่。目前泰国崩落去的大楼，确认已经有22个人死亡，缅甸有超过3000个人罹难，但是只要有一点仔希望，家属拢无愿意放弃。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
美国的这个新关税的政策呢，是影响真济国家，也毋过呢，其实伫澳洲有一座无人岛，即马也互人扣10%的税。另外呢，美国上大的出口国也就是越南，也互美国来甲扣46%的关税。当地的业者呢是认为讲，为着要降低这个成本，会来考虑去别国来生产，也那当地的员工也开始烦恼，会互人死头路。澳洲伫咧印度洋的赫德岛，岛上的徛好伫咧海内面耍水，海拔是快快乐乐倒伫咧海沙堡顶头晒日头。赫德岛甲麦克唐纳群岛拢是无人住的岛，也无因为属于澳洲，所以无法度闪过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伫对顶关税名单，这两个岛拢被扣10%上计基准关税。澳洲另外一座岛，离澳洲东方上洼陆地966公里的诺福克岛，被扣29%的关税，比澳洲本土悬19%。这座火山岛人口只敢若2100多人，每年只敢若出口少量的棕榈树叶子到澳洲等地，一年的出口额是无超过100万美金。所以这么被扣税消息传出了，大家拢真困扰。Norfolk Island, interestingly, is I think 29%. I'm not sure what Norfolk Island major exports ar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y it's been singled out, but it has. 川普的对顶关税扣税名单顶头，果然被扣超过46%的关税，这类只个比边的辽国家甘波济小可较少一寡。消息传出了，股市随大盘6.7%，创2001年以来上大的盘幅。专家分析，这种利润低绩效敏感的产品，将会因为高关税和企业转到其他的欧洲、加拿大或者是澳洲市场生产来降低成本。Một cái chính sách thuế nó rất là cao như vậy thì điều đó sẽ ảnh hưởng rất lớn đến các cái nhà xuất khẩu của Việt Nam sang thị trường Mỹ, trong đó có ngành dệt may Việt Nam. Thì tôi nghĩ rằng là các công ty cần phải bắt đầu ngay lập tức thay đổi cái chính sách để thích ứng với điều này. Trong đó thì một trong những cái phương án đó là chúng ta sẽ 真侪员工也担心高关税会互业者裁员省成本。越南伫咧关税宣布进前就宣布减少进口关税，答应要卖更加侪美国的产品，不过敢若是无效。越南政府已经成立应变小组，并且派副总统去美国参详。公司新闻张秀芬编辑。美国这届的新关税政策呢，互股市三大指数是大落，这道琼是落尾1700点，也若标普500，也共是5冬以来落上界济一届。也毋过看这款的办势，总统川普说讲，其实这届手术过了，美国会搁再欢迎起来。虽然甲普通时共款去上班，不过工人因的心情真沉重。美国总统川普向世界各国扣重关税，影响上大国家之一就是甘波济。美国要甲因扣49%的關稅，真濟人即馬攏伫咧擔心會無頭路。ពេលរោងចក្របិទទៅក៏វាពិបាកដល់កម្មករទាំងអស់គ្នាហើយចេញតែម៉ោង4ក៏ពិបាកដែរ。英國烹調的零售業者就敢若真濟小企業的縮影，講將會面對着可怕的時刻。法國葡萄酒商是估計在美國的銷量至少會跌20%。法國總統馬克宏呼籲暫停對美國投資。La décision qui a été annoncée cette nuit est une décision brutale et infondée. Elle est infondée parce qu'on ne corrige pas des déséquilibres commerciaux en mettant des tarifs. 馬克宏希望歐洲團結，各國賣單方面採取行動。不過投資人的擔心已經反映在美國股市，三大指數一開盤就大盤。道瓊收盤大盤要到1700點，標普500創2020年以來單日上大盤幅，國際油價盤幅一般超過5%。I think it's going very well. It was an operation, like when a patient gets operated on, and it's a big thing. I said this would exactly be the way it is. 实弹关税了，美国总统川普第一遍讲，手术结束，美国将会再一遍欢迎。虽然股市盘甲青顺顺，不过川普真有信心。究竟这场关税战到时谁人会赢，就要看世界各国安怎甲美国协商。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对4月初9开始呢，卖对台湾来扣32%的关税。咱的总统赖清德表示讲，这条关税政策有真侪无合理的所在，所以已经指示相关的部门甲美国来协商，要来维护咱的国家利益。行政院是预计今仔日下晡4点会来开记者会，对外来解说评估甲应用的措施。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会对台湾起32%的关税，自4月7号开始实施。总统赖清德催沙案发文讲，伫迄天下昼就调集行政甲国安团队到官城开会，针对超过各国有机的关税整体政策对产业、总体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冲击，也有政府应用整备工作，听出各项报告。总统赖清德讲，咱方认为对顶关税有真侪无合理的所在，已经指示相关部门甲美国强烈交涉，一定要维护国家的利益。总统请卓院长和团队在最短的时间就整体情势以及政府的准备工作向国人做完整说明，也持续与产业密切的联系，一切以给产业最大支持、稳定经济情势为主要的目标。根据了解，行政团队虽三透早就正注意北京的动态，陆续调开会议评估分析。严格上尾只敢透过新闻稿，全是要甲美国方面严正交涉，并无开记者会说明具体对策。严格国安人士强调，贸易谈判袂当伤早显牌。因为台湾有3项优势，包括台湾是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关键伙伴，美国对台湾的各项产业的需求，伫咧短期内袂减慢或者是消失。一个美中贸易战对台湾扣相关的关税，可能会变相有关美国对中国的竞争成本。汽车、还有美猪、美牛，还有农产品的这些问题，应该在这段时间好好去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好好去处理这些贸易障碍？像天然气啦，或者是原油，我们也可以考虑从美国进口。我们政府相关部会在这段时间也应该好好去整合这些投资的资源，然后去盘点我们到底有多少金额在未来可以在美国去做投资，因为这个是川普真正想要的。离对顶关税实施只敢剩无到1礼拜，学者建议咱方应该对美国方面上注重的贸易障碍下手，亲像是应该建议调降汽车、保健食品的高关税，也个增加对美国天然气也个石油的采购量，并且盘点钢铁、石化或者是其他半导体供应链是不是让加大伫咧美国投资，来作为台湾谈判的条件。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是咱台湾第2大的外销的国家，今晚呢煞予美国甲咱扣32%的关税，或者是表示讲，咱的出口产业是会受到真大的影响。台湾经济成长率这3%可能是保袂掉啊。另外，咱的6大传统产业，包括着石化、纺织、做鞋啊，也有钢铁等等，今晚嘛受到真大的冲击。美国伫当地时间4月7日公布全球对顶关税了后，因为台股也搁伫休市，毋过日韩股市4月7日也是继续大落，日经指数以落431.27点开出，南韩综合指数开盘嘛落超过1%，持续受到影响。台湾税率达到32%，学者嘛推算出出口严禁要熄火，寒冬要到啊！包括美国自己，所以说。今年这个要达标可能有蛮大的困难。真正担心的已经不是美国的经济了，整个世界的金融系统可能会出现大的动荡。政大教授温乃平提醒，川普政策互美经无稳定，直接影响全球的经济。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吴大仁嘛分析，台湾整体经济结构，出口伫 GDP 占比都有65%至75%，对美国的依存度都达到15%至20%。只要对美国出口衰退，国家民间投资若是转移到美国，经济成长率可能降到2%以下，恐惊较歹保价3%。职业了、工具机业了、机械工业了，化工产业都受影响，所以我想，台湾的经济会受影响 ，GDP 可能不能照预期的2% 的增长了。除了外界烦恼电子业，台厂重要经济动能包含石化、纺织、做鞋、工具机、自动车，也有钢铁6大产业，也因为拢伫东西的东南亚国家有布局，也成为这个大灾区。工具机工会表示，美国是台湾工具机出口的第2大市场，2024年的占比差不多15%，关键零组件出口占比嘛达到7%。高关税政策一定会冲击产业的竞争力，呼吁中央积极甲美方来协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除了美国的关税政策以外呢，即马来看中国嘛是直直对台来军演。美国、日本甲韩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停止破坏台海稳定的行为，也强调绝对是反对以武力也是压迫的手段来改变台海的现状。因为中国是表示讲，因的军演呢是对上台的金门模式进一步变作是控制宝岛的模式。专家就来警告讲，未来呢，在中国可能会愈来愈接扰乱咱的平湖水系，所以海巡甲国军就要赶紧来应变。美国国务卿鲁比欧甲南韩外交部长赵叶烈、日本外务大臣严岳业小览致意。美日韩外长初三伫比利时会晤，三人发表联合声明，若关心强军月初连续2天伫台海周边军演的恐吓行为，也呼吁停止进一步破坏台海稳定的行为。外交部长林佳龙感谢美日韩3国外长，继2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场边会晤后，再度表达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并关切中国军演等挑衅行径。不过强军也是动作不断。日本防卫省初三监控到强军山东南往南海移动，咱国防部是查到单日16台强机、9只强舰、2只公务船伫台海周边活动，其中15台强机飞过海峡中线，显示伫岛链周边的区域，包含日本、菲律宾，同款感受到中国的威胁。咱海军海巡持续监控周边海峡动态，防止强军由混转战。不过中国官媒央视所属的少校玉燕谈天，伊讲前2天的对台军演，重点演练要挟要对防控，是要为常态化执法顺早的金门模式，进一步延伸对台行动，等于形成全新的控岛模式。用军事力量封锁台湾不是不可能，但是会耗费很大。透过常态性所谓的海警、所谓大型编队，持续的对台湾本岛做绕岛行动，或是说把这个船队呢移到澎湖水域应该都是可以预料得到了。专家示警，强军真有可能借由双方机舰数量的差别，利用所讲的执法也是军事行动，消磨咱方的军力。建议国军甲海巡要赶紧提出大型无人机的规划甲需求，让做无人机会当分摊部分监控应处强机有人机舰的量能，颠倒会当以无对称作战的战略突破强军威胁的困扰。公视新闻采访报道。4月初7就是世界卫生日，即马来关心有心人甲婴仔的健康。刚才因是发现讲，咱国内呢有未少牵涉到司法的女性毒品犯，用生囝做理由来闪罪行。咱国内法律是规定讲，有生5个月以上，也是拄生囝无到2个月的人呢，应该是袂当抓去关的。监察委员就指出讲，一寡有食毒的有心人呢，就会来弄这个空芳，15天来是拢总生10个囝，互家己唔免去坐家。监察委员表示讲，这政府呢应该就要针对这个女性有辅导加协助，希望会当赶紧完成修法。今仔日是儿童节，各地呢这游乐园拢有真侪优惠活动。台北市立儿童新乐园呢，这人是满满是，真侪家长带因的囡仔去佚佗。这民团也来趁这个机会，呼吁公共政策，就要重视儿童的意见，才通来落实儿童的权益。这自由落体放声叫出来，4月初是儿童节，囡仔出门佚佗上欢喜。台北市立儿童新乐园廉价买门票，廉价头一日吸引1.7万人次，第二天真侪游乐设施游玩摆甲乐乐等。但儿童园其实人就是你又有免费人就会越来越多这样子。对，可是今天有开放到9点，对，所以就可以玩比较久。跟亲戚一起北上来找朋友玩，大人带小朋友进来的话可以免费，把一个大人陪同一个小朋友。伫海岛村顶。加双手伸出来迎接儿童节，囡仔就是主角。一年一届的日子，无讲的心内话，也要趁这个时阵甲大人讲。有事情可以好好沟通，就是不要一直帮小孩做决定。爸爸还没有送儿童节礼物。那儿童新乐园、高雄科工馆、马坑缆车、宜兰团结园区、13大国家森林游乐区等真侪所在，拢有12岁以下囡仔会使免费坐，或者是入园的优惠活动。不过囡仔声音甲权益，袂当干那儿童节才好听到。民团呼吁讲，公共政策落实儿童的声音，才会当真正落实囡仔的权利。台湾已经有儿少代表的制度，让儿童可以参与到行政院层级的政策讨论，但是呢，仍然还有许多多元背景，
特殊需求的孩子的声音还没有被听见。天母也专属囡仔的活动，让囡仔会当化身做国军英雄。因的笑容就是儿童节上好的礼物。台湾儿童权益联盟希望未来政府设计政策，拢会使听儿童的需求，完善保护这阵未来国家的主人。高市新闻采访报道。为着要让弱势家庭甲收容机构的囡仔呢，会当伫个儿童节的时阵嘛收到新的礼物。嘉义的民意代表是邀请到企业的公益基金会来赞助经费，带嘉义地区拢总有100位囡仔来买新的衫裤。 100个囡仔光着拿伫卖场内底找家己喜欢的新衫，因拢是弱势家庭或者是收容机构的囡仔，会当亲像过年同款来买新的衫甲裤，大家拢感觉真欢喜。因为平常不太会出门逛街，我又觉得这次是一个蛮好的体验。 像是在偏乡比较弱势的孩子，办这样的活动呢，确实可以带给这些孩子有一些机会来购物，他可以挑选自己想要的东西，它是一个有点强化自尊心的一个表现。收容机构表示，因的衫甲裤除了有人会管以外，平常时虽然嘛会买，不过真侪时阵也是细汉的囡仔爱叫大汉囡仔穿袂落的衫较济。这场活动的举办，唔但减轻经济负担，嘛让囡仔会当拣家己喜欢的物件。 这样带来我很大的帮助，我可以带小朋友来买他们喜欢的衣服，他们都很开心，我也很开心。捐给我们，然后像是有什么衣服，孩子会穿什么这样子，可以让孩子挑选他们自己喜欢的衣服。这部分真的是让孩子有选择权，是很谢谢他这样。儿童节是真侪囡仔期待节日，嘉义县的民意代表请在地店家拍节，跟每项企业的公益基金会提供赞助，互助弱家庭或者是收容机构囡仔，在儿童节进前嘛感受到世界买家己礼物的快乐。 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为着要鼓励满18岁的人来参加机车训练班考驾照，除了有交通部补助一个人1300块的费用，即马云林县阁加补助1300，而且是无限制名额。另外呢，这学生也会当请公假去上课，来学一寡交通安全的知识甲概念。 读大学2年啊，生疼的学生，过去无机会练习骑机车，一规工摊休困去机车练习场练习。为着鼓励满18岁学生参加机车训练班考驾照，除了有补助，分管府和学生会当请公假。我是觉得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对对对，安全嘛。如果真的不会的话，就是要去让人家教啊。啊，有他补助，安尼算还不错啊。要看那个费用。 他原本的费用仅要补助之后，费用长什么样子，和他上的课的频率。分管府表示，为着让满18岁高中职甲大专以后学生会当上机车训练班，降低骑机车出代志。除了中央补助1300块，县府嘛加补助1300块的费用。训练期间嘛当请公假来上课，希望增加学员安全驾驶的观念，甲实际就路的技能。在考取机车驾照前，先上机车安全驾训班。上路之后，交通违规可以减少59%。那上路之后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可以减少36%。云林县警察局表示，往年学生参加机车驾驶训练班大概是200-300人，不过去年113年参加人数已经提升到620人。 经过6点钟的学科，也有10点钟的术科课程，除了会当学到正确骑机车的观念，嘛会当伫咧训练班直接考驾照，更加利便。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伫个金门金湖庆林村一个姓蔡家族当初时呢，因为这历史的因素，所以有3座森林的墓厝，互人规划入去到军事禁区内底。也就是讲，逐当的清明，这个子孙呢，拢会甲军方申请，才会当入去内底来祭拜。今年是有500个子孙去陪墓，在拜煞了后，也照传统的礼俗吃头，互相来联络感情。 分享上香。超过500个宗亲来到普通时啊，无人有法度入来军事禁区，来这陪墓甲祖先祭拜。金门庆林蔡氏的祖墓，因为历史的原因，互人袂入去军事禁区，所以逐当的清明拢爱提早向军方申请，才会当入来祭拜。军方这边也非常的配合，不管说是卫哨，或者说整个环境的整理，他们都有做，帮我们协助我们蔡氏乡亲来扫墓之前的一个整理。
强林带是的做梦会伫咧军事营区内底，是因为当年国民政府退来台湾，伫金门为军事区，带是三座做梦，互人为入去金防部太武山管制区内底，才会出现入去军事禁区陪梦的传统。带是的子孙仔讲，祖先拜寿，因会伫咧营区内底食头，就是大家会坐做伙伫咧涂骹，做伙食拜好的生礼、果子等等，这也是金门亲民制作的一大特色。不过最近这几档一定改做伫咧营区内底食饭桌。扫完墓之后呢，他们会举办就是营养夹桃，好，那过去是席地而坐，那后来在旁边的就是彭家那边啊，前几年开始大概就协助这个菜价在那边夹桃，就变成是板斗的方式。学者表示，食头是金门的传统，也是宗亲联络感情的残花，流传到大，继续维持。制作食头也展现出金门人少年先人食果子、拜树头、食米饭、拜蚕头的精神。记者陈阿选谢桂林金门报道。另外来看，台中外埔这搭路口呢，就伫咧水圳边啊，而且呢，这水圳的水门就设伫咧路口挖角的所在，是影响到交通，也定定传出车祸的事故。即马龙田水利署是表示讲，会升起定量盖子，才把这个水门刷到公有地。车辆开伫咧真直的道路顶缘，到路口转弯的所在，扫一座放出来的阿门头墙，斟酌看墙面下骹原来是一座水门。台中市外埔区外埔路甲6分路口，因为灌溉水门建物放出来伫咧路面，正做是开车的死角，定定有车祸发生。这个点稍微有一点高低差，然后有一个死角，对视线的一个死角，所以看不到右边来车的动向，所以很容易产生那个盲点，产生交通事故这样子。当地里长表示，早年做水门向外口放出来，但是因为当地是人真少的农路，大家认为无要紧。不过自从中科后里园区启用了后，才变成大甲、大安、外部地区民众上班的近路，车流量暴增。这长弯死角平均每年至少有6件交通事故，呼吁公单位正视问题。龙田水利署表示，这个路口有2座水门，会争取经费刷走。干线的水门关起来，那水门关起来以后，然后支线的水门打开，支线才会有水流通过。所以我们是同时2个都移动。如果只有移动干线的水门到支线的水门的下方的话，那支线水门的那个水就是没有办法控管的。龙田水利署强调，会先办理土地灌溉，等灌溉期过了后，会将2座水门往路边退缩1至3公尺，刷到公有土地顶缘，刷落来沟仔也会对咧调整。搁再由台中市府整并道路，预计今年11月动工。公司新闻台中报道。再来看桃园市政府呢，最近是查到10大农地违建，这面积是拢总超过1万平方公尺。监管处表示讲，会伫1个半月内全部拢甲拆掉，费用会甲所有权人来讨。另外呢，针对桃园市火灾预防自治条例有11件高风险的这个场所，即马已经列管，若阵拢无改善，就会正做是后一波优先拆除的对象。餐地顶面搭一间又搁一间的铁厝，电火条也搭买卖餐地广告。桃园市府最近查到10大大型农地的违法建筑，总面积超过1.1万平方公尺，等于是28座篮球场。农民讲做事真辛苦，一大堆人在卖田。为什么一堆人要把田卖掉？年轻的不做啦。以前的老人家很会讲，会写5年了。其实讲现在不好做。监管处表示，2016年5月20日了后，新增加的时间当中的大型农地违法建筑是上优先拆掉的目标。到今年2月28日，列管445案，已经拆273案。最近清早公标拆掉的10大大型农地违法建筑，大园3间，平地2间。北德、罗德、鼓山、中德、甲新屋分别1件，其中5件是当日起就互发现。接下来我们会针对今年公开的火灾预防自治条例，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列管的11处危险场所劝导而仍不改善者，将会成为下一波的优先拆除对象。针对10大大型农地违法建筑，监管处表示，会伫1个半月内全部拆掉，拆除的费用会向所有权人求赔偿。另外，针对桃园市火灾预防自治条例，
列管11件高风险的场所，后续追查若有违法的事实，并且无修正，会列做后一波优先剔除的对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中华最近的有社区是要求民众爱伫个粪扫地啊顶头写家己的名姓，就是因为要来理清这粪扫检查了后退回这个责任，互当地住户是真不满。倒粪扫进前，先来社区柜台提笔，伫地下外口写何必何必。彰化市某一个社区顶个月18，因为有住户甲食粪倒入去清粪桶，前去对外收过口头警告。管委会为了查清楚罚款责任，公告要求住户爱伫地下外口写何必，引起议论。之前有听说过了，有听说过了，对。对，哦，那可能是不是故意，或许是不小心的啊。这个都一直有在写，有在写就对，所以这个字他们固定要写就对了。哦。彰化县溪水焚化厂2024年7月开始实施粪扫破地下检查，若做发现粪扫分类无确实，就会规台车退运。为少向电市清洁队拢要求民众爱遵守，产生社区的应变机制。万林市湾后社区要求住户伫粪扫地下注明何必。彰化市消防队是讲，针对民众无落实分类，逐个月平均会开3至5张罚单。今年到目前为止是也无有人互人退运。可能只是说队员只是口头跟这个社区来做宣导、做告诫啦，希望他们能够在把垃圾跟厨余交给我们的时候，确实能够做好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的动作啊。因为现阶段的法令没有规定说丢垃圾必须要写上是谁丢的，个人资料要怎么样揭示的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共识，恐怕会有这样的困难。不过，对于社区的单粪扫规定，有律师提醒，社区应该得到区管会倒数管授权，若无强制要求住户伫粪扫底下注明何必，恐惊牵涉到雇主甲运输问题，后续也可能会有法律的纠纷。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新北市培育台语家庭的计划是安排各种趣味的活动，除了用台语讲故事、用台语来搬戏以外，即卖咧阁互囡仔家己发挥创意，用笔来画出意大利的项饼，哪算嘛哪学台语。大家会使安尼，家跳跳的，加入去内底哦。囡仔发挥创意，伫纸顶悬画各种色水，佮利用不同款的食材做披萨。全台语的创作过程，不论是大人也是囡仔，拢算甲真欢喜。就介意算一种活动的游戏的物件，拢足介意的。就是甲台语用伫内底，就是足自然的来讲安尼，唔免特别去学啊，是安怎，就是足自然的讲出来。较少讲台语，所以带来遮，互伊较习惯啊，渐渐伫厝诶讲台语安尼。除了耍创意以外，老师阁互大家明白各种无共实在台语讲法，互囡仔伫游戏当中自然开喙讲台语，抱囡仔家己动手做，哪耍哪体验，现场充满台语声，阁有笑声。透过甲大家做伙耍，耍颜料，安尼就会使练习讲手啊的感觉，阁有目睭对色水的感觉，阁有鼻啊会使闻到无共款的味，色水安尼学白耍啊规身躯乌嘛拢无要紧。新北市培育台语家庭计划，鼓励家庭伫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台语，用台语生活来参加家庭，除了会当摕到台语家庭的认证点数，尾仔阁有奖金通体。透过奖励，鼓励更较侪家庭培养台语意识，加入台语家庭。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关键的消息来关心的是，美洲的百鸟目前呢，这野生的是剩无100只，主要的原因就是人类的破坏甲城市的发展，去害着因的生态地。即马为着要来抢救百鸟，美国动保团体是伫德州来设协助因生态的牧场，也毋过这效果是真有限。圆圆的大目睭，耳仔较短，头啊较细的美洲百鸟，真爱独机。有亲像美洲豹同款的斑点花纹，伫1800年代，常常伫中南美洲、墨西哥甲美国出现。毋过17世纪早期，因为为得到因美丽皮大量垃圾，地数数量渐渐减少。伫1982年，百鸟被列为濒危动物。根据美国非营利组织东部基金会调查，目前野生百鸟只剩差不多80到100只左右，而且美国可能是因目前唯一能生存活落去的所在。Down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last ones are found in Texas, the last breeding population of ocelots.
突然，互人垃圾，搁加上都市扩张，出条原本百鸟真爱的有刺的野树仔，加做农地甲道路，互车祸加速百鸟死亡主要原因。美国科学家咧拼命救这阵行踪不定的野生性动物。东部基金会伫德州南部超过8公顷的牧场内底，设百鸟生态所在，而且大量种有刺的野树仔。The work we've been doing on this trip would produce some embryos with frozen ocelot sperm from a wild male. And that'd be the first time we basically had crossed a wild ocelot with one in a zoo population. But that's part of the process that we have to build up the managed population in the breeding facility that we can rewild and put back in nature. 那是野生的百鸟团队也想要互动物园的百鸟用人工方式受训，不过也无成功。团队表示，因为安尼放弃，反倒来透过每一摆努力，得到更较侪知识。相信对未来生态研究会更加顺利。另外，因希望那是百鸟会继续生存，是希望所有生态系统豆豆恢复。公司新闻新竹报报道。再来看北美洲的帝王斑蝶，逐冬呢拢会飞去墨西哥来过冬，也毋过即马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过去10年这数量是一直减少。即马墨西哥是改善生态环境，去年来过冬的帝王斑蝶这数量已经加1倍啊。蝴蝶伫花丛内底采蜜，帮助作物授粉。毋过一项上新研究所发现，为2000年以来，美国本土48州蝴蝶总数每年平均下降1.3%。1% a year, yeah, it doesn't seem like much. You're going from 100 butterflies to 99. Most people couldn't detect that difference, but then when it accumulates year after year, and now there are 80 butterflies where there were 100, people can start to notice. And这个月初六伫科学期间发表研究，第一摆对全美国蝴蝶数量进行系统性分析，结果显示其中114种蝴蝶数量明显减少，只有9种蝴蝶数量有增加。专家分析气候变迁、失去生态地、家用杀虫剂等，拢是关键因素。When you kind of zoom in and look at individual populations, they generally are doing much better when they are when the habitats are being restored. You can make changes in your backyard and in your neighborhood and in your state that can really improve the situation for a lot of species. 这项年度调查结果也显示，帝王斑蝶的数量为1997年的120万只，下降到顶个月只剩无到1万只。这也互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在2017年7月时阵，将帝王斑蝶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帝王斑蝶作为传播花粉的媒介，为北美生态系统做出贡献。80%的农业粮食生产靠帝王斑蝶这个授粉藤团，所以保护这个藤团，为营造友善的生态环境，也是正重要的问题。公司新闻陈伟珍报道。咱拢知影讲，其实这厝内的动物伴呢，嘛是有老化甲死亡的问题。有真侪主人伫咧尾也是需要为因的幼伴来做出安乐死的决定。伫咧英国，就有民间团体是考虑到这个主人的心情，所以提供咨商的专线，互动物伴的主人会当有一个消透情绪的所在。逐当至少有3万人敲电话来求助。真侪主人会带宠物到公园散步，甲狗仔耍拼飞盘，看因耍甲真欢喜，都袂记哩家己的烦恼。啊，毋过因年岁大，都会受到身体退化、甲病痛的艰苦。过去美好的时间，对真多主人心内无法度承受的痛。People who don't have pets don't understand. People think they use those cliches. Oh, you can get another pet. They're not replaceable, or they had a good life. Or all of those things. People want to make you feel better, so they use those cliches as a sort of a fix-all. So you feel like you can't talk about it because people aren't really empathising with you, not really understanding. 宠物开始面对病痛，被迫做出安乐死，是真侪主人心内痛。尤其是当伊厝内无宠物的厝，感觉是真安静。英国动物福利非政府组织纳是指为宠物过身的主人提供热线咨询服务，每年至少3万人敲电话求助。辅导员指出，有时阵失去宠物，甚至比失去一个人更加艰苦，因为宠物已经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You are ultimately responsible for them, so you feed them, walk them, whatever kind of pet it is, you're responsible for taking them to the vet, and ultimately euthanasia, signing that consent form for that
for that end. So guilt is a really big part of pet loss. 悲伤无法度简单化解，因为悲伤甲听无陪伴记忆，拢可能永远伫咧。You lose a pet and your life gets bigger around it. Your grief never goes. It can pop up at any time. So it may be you see another cat that's the same, or there's an anniversary like with Facebook, it pops up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all of those feelings will come back. 辅导员表示，伊将甲国父囥伫壁路边仔，因为迄是伊过去上爱坐所在。生离死别虽然悲伤，毋过以前陪伴甲美好，则是无价。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22度到28度。中部地区是23度到27度，南部地区是24度到30度，东部地区是20度到25度，那外岛地区16度到25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以上就是这则下晡新闻，感谢你的收看。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很多事情都是需要练习嘛，就不管是打球、读书啊，就刚好那个时候我也在这边练习人生的很多事情嘛，练习一个人，练习在一起，跟大家在一起，最后可能每个